在咱台湾，若是有庙会或者是婚礼等等，拢会请舞台车来，透过唱歌甲跳舞的表演，互活动时加热闹热。不过，因为对社会变迁，这种表演的机会是愈来愈少，加上社会观感甲种种的压力，在舞台车的表演者嘛面临生存的压力。不过，因了是坚持透过歌声，继续传承这传统的歌乐文化。下晡7点半，台记台青春汉的梦，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因的故事。庙埕头前的舞台车，五彩霓虹灯闪闪烁，伫台仔顶演出的庙会歌手，用伊迷人的歌声，互在座的好朋友眼光拢看过来。这是台湾特有的本土娱乐产业，有正版台湾味，嘛代表地方甲民俗性，呈现女性表演者生活现实，还有平常时做工课的缩影。讲真个，咱的体格无人管，身材无人好，面容也无人水。所以我也刚刚讲，就是我们要懂得会打扮自己，然后跟上人家现在流行什么。对早期流行的综艺团、电子火车，发展到将士的舞台车，民间的娱乐展演有无同的面貌。演过庙会、婚礼，或者是有啥物大细项活动上演，拢会请歌手来到闹热。即马佫较是转做乡亲同齐佚佗、趣味的方式，较省工嘛较省钱。对女性的表演者来讲，嘛爱去思考，准若当着结婚、生囝的状况，事业要安怎继续维持落去。路要行较长较久，可能你就来转做主持的部分，人就袂感觉讲哦，你体格无啊，你面膜啊无啊，你无少年啊，人无爱甲你用，你会因为安尼职业生涯会中断。这个歌手毋但面对饲草减少、大小过钱水的流动变化真大，佮着爱承受外界对女性的外表、机体展演各种高度的检视。你去游泳池看，你去人迄个什么服装展览，嘿，人嘛穿足少的啊，为什么袂感觉做路？为什么我嘛是趁钱尔？当当娱乐形态快速变动，伫咧舞台车走跳的歌手，原来继续坚持本分。唱歌对因来讲，毋但是度三顿，每一场的演出，佫开始伫咧替这个传统的娱乐文化做一个时代的见证。记者吴定武、林建珠综合报道。